有民众反映讲伊的银行口罩半当无使用就防限制，无法度领钱。金管会是表示讲，为着打击诈骗，尊重银行的做法。最近警方嘛，佮抓到讲，怪民众无得使用旧的手机号码会当退钱，多民众哄骗几啊百万。大田警力出动，攻入去诈欺的机房，红店的各大嫌犯和中国的犯罪集团串通，用这款的步数诈骗。我们今天把所有电话给你是通知向你之前，那几次广告注销，有款项要退还给你。诈骗又有新步数，警方查出伫台湾的嫌犯安装设备，提供中国人士甲境外门号转做各大号码，假做三大电信配受害者旧门号会当办退钱，违法摊数百万的压榨钱。以旧门号退款，取得民众的信任。再假冒金管会人员，以账户有意诈骗民众的积蓄。过来早起乱上街，警员也爱伫前线挡诈骗，就惊民众去银行交易，防诈骗钱拢添落海。银行也小耍出手，管制真久无使用的口罩。我有买股票，然后我需要把那个钱汇到交割户，发现说他转账失败，打电话给客服，他说：“这个你被冻结，然后就是因为你太久没有动过这账户。”我临柜就是要求恢复你之前的这个账户，他还要去询问说这个钱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使用。我也说那就一般生活开销嘛，我要吃饭要用，他就说这个理由不能够构成说使用账户的一个理由。口罩半年无使用，佮要使用煞互银行禁止。你说是去到银行要求解除管制，颠倒是受主动。佮有偏向是买股票了后，买部口罩的查囝才发现高挂号红锁掉咧。防诈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定会对民众造成不便啦。基本上银行采行的措施，我们原则会尊重。可是有一点就是，我们不希望银行去风险化。政府下令要拍诈骗，银行对咧配合。对9月开始又搁有新措施，亲像台新银行调降第3类数位口罩，搁一笔领钱甲每一天领钱的上限，还可爱暂停警示号的所有交易功能。各银行提出真济措施，金管会银行局原则上尊重，不过建议金融机构要继续评估各项业务的风险，随时调整。国视新闻采访报道。